各位朋友，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人，呢個人每個人都睇過佢嘅電影，無論係喜劇之王、功夫定係少林足球，陪住幾代中國人長大。佢係公認嘅華人喜劇之王，影響力直從成個華語圈，幾十年都難再出第二個周星馳。但大家有冇發現一個極之詫異嘅現象？電影票房年年破紀錄，萬千觀眾瘋狂追捧，口碑大豐收，無人能及嘅周星馳，偏偏喺香港本土娛樂圈活成一個孤家寡人，圈內藝人集體疏遠，導演同片商集體默契，資本大佬集體封殺，甚至多年以來多次出現上映票房被偷、排片被壓、數據被鎖、口碑被抹黑。好多人幾十年一直疑惑，周星馳為人低調，拍戲專注，從唔參與圈內恩怨，到底得罪咗邊個？點解一個零崇文默默做嘢嘅人會被成個港圈聯合排擠地聯合針對？坊間謠言滿天飛，有人話佢性格古怪難相處。今日我就用幾十年睇透港圈風雲、睇透資本人性嘅老江湖眼光，徹底揭開呢張食人唔吐骨嘅娛樂圈暗黑利益網。大家聽完就會徹底明白，周星馳係輸咗俾潛規則，唔願意同流合污。最可怕嘅從來唔係擺上俾面嘅敵人，而係行業潛規則本身。你唔肯融入黑暗，就會被吞沒。周星馳半生孤獨，半生被抹黑，全部都源自於此。各位朋友一定要記住一句真理，娛樂圈從來唔係演戲嘅地方，而係人情名利場，算盡人心嘅利益江湖。90年代黃金時期嘅香港影壇，表面風光無限，巨星雲集，實質被幾大資本世家共同操控，形成藝人絕對打唔破嘅封閉利益圈子。呢個圈子有自己嘅規矩、自己嘅秩序、自己嘅模式、自己嘅人情潛規則。所有藝人、導演、演員只可以乖乖依附資本，聽從大佬安排，順從圈子規則。大家一齊食飯，一齊分錢，一齊維護圈子利益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。邊個都唔可以破壞規矩，邊個都唔可以挑戰，邊個都唔可以獨立自主。簡單嚟講，當年嘅港圈電影從來唔係講藝術、講實力、講作品，只係一本被操控嘅生意，一場大家分錢嘅遊戲。大佬出錢，人出力，賺到錢，大家平分，出咗事大家一齊撐。就算作品質素普通，演技平平，只要你懂世故、識做人、融入圈子，就可以資源不斷，名利場，受人追捧。但偏偏喺呢個利益江湖入面出現咗唯一一個唔守規矩、唔靠資本，只靠作品嘅異類周星馳。好多人唔理解，以為佢性格古怪、難相處、太嚴格。其實呢個講法只係資本同圈內人製造出嚟嘅假象，用嚟抹黑佢嘅技通。真實嘅周星馳貧窮單親家庭長大，好細個就同媽媽同姊妹企喺公屋，冇背景、冇資源、冇靠山，完全係靠喺社會最底層一步一步行出嚟。少年時做過臨時演員，跑過無數次車啲飛，俾人睇唔起，受盡白眼同歧視。默默無聞嘅小演員，慢慢靠自己嘅天賦同努力捅出一片天正。因為自己都淋過雨，捱過最苦嘅日子，所以佢從來唔願意隨波逐流，唔願意低頭屈服資本，唔願意參加圈內應酬。其他明星收工之後忙住應酬大佬，交際千顧人脈爭取資源，唯獨周星馳收工就返屋企，潛心打磨劇本，鑽研演技，日夜推敲鏡頭，一日24個鐘頭只專注電影一件事。呢種唔問道熱鬧，唔講人情，唔攀附權貴，喺普通人眼中係專業，係純粹，係難得。但喺根深蒂固嘅港圈利益集團眼中，就係唔合群，唔識做人，挑戰規矩，破壞松台。今日我同大家講一個從未被大眾知道，但係周星馳同港圈撕破面嘅真正原因。早喺千禧年前，香港所有電影項目嘅版權、分紅拍攝主導權，全部牢牢掌握喺幾大資本財團手上。資本出錢，拍戲就話事，點樣改劇本，用邊個演員，點樣拍，收益點樣分，全部由資本大佬決定。演員同導演只可以聽命行事，乖乖賺固定片酬，絕對唔可以增資，唔可以分紅，唔可以主導創作，唔可以拿版權。呢個係幾十年不變嘅潛規則，所有圈內人都認同意遵守依附，唯獨周星馳唔認。
佢係成個港圈第一個，亦都係唯一一個敢同資本硬剛、敢要分紅、敢拿回作品版權嘅藝人。以前嘅演員無論幾紅幾火，都只係資本嘅打工仔，拍戲就收人工，票房賣成點樣都同自己無關利潤，全部歸資本所有。但周星馳打破咗呢個幾十年嘅鐵律，當年同王晶合作拍戲，佢大膽提出拆分票房模式，一舉打破資本獨佔利潤嘅格局。呢件事當時震動咗成個港圈，大家試下諗下，資本食慣咗獨佔慣咗利益，突然跳出一個人要平分蛋糕，要掌控創作，要拿回屬於創作者嘅權利，斷人財路等於斷人性命。商場如戰場，從來都係咁，你動人脈動人情都冇所謂，一旦動人利益就會被趕盡殺絕。周星馳正正係觸碰咗圈內資本最核心最忌人嘅利益蛋糕。後來佢拍少林足球，想自己投資、自己導演、自己主演，完全掌控作品，徹底擺脫資本操控。本來係一件振興港產片嘅大好事，結果換來嘅係成個港圈資本嘅集體封殺。周星馳為咗拍呢部戲，親自跑引香港38間上市公司，必卑誠懇求人投資，結果間間公司都客客氣氣，但係間間都堅決拒絕。後來周星馳先至得知，圈內早就落咗封殺令，邊個敢投資周星馳，邊個就係同頂層資本大佬過唔去。試問喺細小嘅香港，邊個老闆敢頂風作案，敢為咗幫一個藝人得罪成個頂層資本圈子？最後走投無路嘅周星馳，幾乎用盡自己半生積蓄，先撐起少林足球嘅拍攝資金。可想而知，當時佢有幾孤獨、幾無奈、幾委屈。呢部嘔心血換翻嚟嘅少林足球上映之後，票房直入全亞洲，拿低無數電影大獎，救翻低迷嘅香港電影。按道理講，用實力證明一切嘅周星馳應該被業界推崇，但結果恰恰相反，因為佢證明咗演員唔一定要依附資本，創作者唔一定要聽命大佬，唔靠人情，唔靠圈子關係，單憑實力同作品一樣可以大獲成功。呢個事實狠狠打臉咗資本實言，撼動咗成個圈子嘅利益根基。由呢一刻開始，各大資本老闆以及依附資本嘅藝人導演，徹底將周星馳列為圈內公敵，全面拉開長達幾十年嘅集體封殺，抹黑暗中打壓。好多圈內藝人公開吐槽周星馳，話佢難相處、脾氣差、貪錢。真正嘅真相係，周星馳對電影極之嚴苛，只想拍出最好嘅電影，呈現最完美嘅效果，從來唔應付、唔敷衍、唔流水線作業。一場戲佢可以重拍幾十次、上百次，追求完美。一個鏡頭佢可以反覆推敲，絕對唔將就。而呢種對藝術嘅極致追求，喺敷衍賺快錢嘅港產商業電影圈子入面，顯得極之刺眼。其他藝人導演習慣咗躺平賺錢、敷衍交差、搞人情世故，周星馳嘅認真襯托出佢哋嘅敷衍功利唔專業。呢班人唔反省自己，反而聯合起嚟抹黑周星馳，將佢嘅認真追求完美全部包裝成性格怪異、難以合作、唔識人情世故呢，就係人性最醜惡嘅地方。你隨波逐流，大眾就會接納你。你獨立清醒，所有人就會聯合排擠你。我再同大家解密更加黑暗、更加令人心寒嘅內幕資本操控嘅偷票房、壓排片、暗算數據黑幕。各位朋友，好好記住，周星馳後期每部電影上映，幾乎都會遭遇神奇嘅票房消失、排片壓制、數據流失。明明場場爆滿，一票難求，觀眾口碑炸裂，最後公開嘅票房數據卻遠低於預期。中間流失嘅巨額票房，全部被資本利益集團暗中瓜分。偷票房呢件事其實好簡單，香港以至內地戲院統計院線排片數據長期被幾大資本勢力掌控，佢哋手握院線資源數據話事權，想壓你排片就壓你排片，想偷你票房就偷你票房，想改你數據就改你數據。你周星馳唔肯屈服資本，唔肯融入圈子，唔肯拜大佬，資本就用最無私嘅手段報復你。你電影再好，觀眾口碑再炸裂，我就操控排片，故意安排喺冷門時段，暗中盜取真實數據，故意拉低總成績，令你賺唔到大錢。
拿唔到榮譽，拿唔到行業地位，由根源打壓。你最令人心寒嘅係面對資本嘅黑暗打壓，無端抹黑成個圈子幾百位明星、幾十位知名導演、無數資深前輩，居然冇一個人企出嚟為周星馳講一句公道說話。每個人都選擇明哲保身、集體默認，甚至附和抹黑，因為大家都清楚資本嘅勢力太大，敢幫周星馳講說話，就等同成個圈子為敵，就會被封殺、被斷資源、被鐵底排質地。為咗自己嘅名利前途，為咗保住飯碗，人人都選擇犧牲一個最無辜嘅周星馳。同周星馳後期疏遠嘅達叔吳孟達生前從未講過周星馳半句壞說話，佢心入面清楚知道周星馳嘅為人，只不過身處圈子之中，身不由己，無從選擇，只可以力求自保。呢個就係無形嘅高壓，人情嘅悲哀。2014年嘅向太島州風波更加徹底暴露咗圈內利益嘅恐怖。當年一篇網絡文章揭露咗圈內頂層資本嘅黑暗牽連甚廣，結果資本大佬將所有怒火全部發洩喺周星馳身上，頂層大佬公開發聲，圈內藝人集體站隊，鋪天蓋地咁抹黑，一時間全港圍攻周星馳，將佢塑造成性格孤僻、忘恩負義、難以相處嘅負面形象。明明佢係受害者，最後佢變成被討伐嘅對象。明明佢一心做事業，最後被全圈聯合污名化。呢一場風波徹底奠定咗周星馳喺圈內孤獨嘅定位，亦都令所有人睇清楚呢個娛樂圈真係毫無公道可言。我行走江湖幾十年，見過無數行業亂象，但周星馳係娛樂圈幾十年來最良心、最純粹、最有底線嘅藝人。大家可以去查佢，從來冇耍大牌，從來冇偷稅漏稅，從來冇損人利己，從來冇拉幫結派搞鬥爭。一直以來佢默默做慈善，救濟貧困地區災區，將自己大部分收入投入公益，從來唔炒作、唔宣傳。疫情期間佢低調捐出巨款同物資支援內地，默默幫人，卻從來唔要半分名聲。反觀抹黑佢、搞佢、打壓佢嘅嗰班人，表面風光，滿口仁義道德，私下功利自私，為咗名利不擇手段。好多朋友會問，既然港圈聯合資本長期針對，點解周星馳依然不倒？觀眾永遠撐佢，因為老百姓嘅眼睛係雪亮嘅，大眾個心係正嘅。資本可以操控圈子、操控輿論，但永遠操控唔到大眾嘅喜好，操控唔到經典嘅力量，操控唔到人心。周星馳嘅電影從來唔係單純搞笑喜劇，每一部都係小人物嘅悲歡，普通人嘅堅穩，逆境之中嘅希望。佢自己出身草根，身處孤獨，卻從未被黑暗同化，反而將世間所有嘅苦化做電影入面嘅溫柔同力量，自現咗幾代普通人。呢種胸懷、呢種格局、呢種初心，係所有圈內功利主義者永遠理解唔到、永遠達唔到嘅。我哋再回頭睇呢張龐大黑暗嘅娛樂圈利益網，就可以徹底睇清楚成件事嘅本質。呢個圈子早就形成咗緊密嘅利益共同體，大佬掌管資源資本，掌控規矩，藝人依附生存，互相同定，利益共生。你願意同流合污，願意遵守潛規則，願意妥口，願意維護圈子利益，你就可以名利雙收，順風順水，受人追捧。你一旦堅持初心，堅持獨立，堅持打破舊秩序，就會被視為異類，被集體排擠底，被全力打壓，被全面抹黑。周星馳嘅悲劇從來唔係個人性格悲劇，而係純粹理想主義對抗功利資本圈子嘅必然結果。荒謬嘅地方就在於敷衍做人嘅人被推崇，隨波逐流嘅人被捧高，同流合污嘅人被讚賞，認真做事堅持唔搞人情牟利嘅人反而被孤立、被抹黑、被驅逐。大家仲可以留意一個好有意思嘅細節，多年以來敢公開力撐周星馳、真心認可佢嘅人，從來唔係香港本土圈內大佬，而係放眼全國有格局嘅頂尖人士同資深前輩。例如官方媒體多次公開點名表揚周星馳，肯定佢嘅藝術成就，讚佢嘅人品格局，多次為佢正名，為佢撐腰。
真正有格局、有底線、有實力嘅人，向來睇得清本質，分得清善惡，辨得明黑白。只有格局細小、依附資本、靠人情揾食嘅人，先會盲目跟風，集體排擠地。到今日為止，當年風光一時依附資本、識得做人嘅圈內藝人，大多數早已被時代淘汰，無人問津。而作品被全港圈資本打壓、被同行孤立嘅周星馳，依然屹立不倒，經典流傳，萬民敬仰。正義可能會遲到，但永遠唔會缺席。你可以操控一時嘅輿論，可以抹黑一時嘅明星，但永遠打唔敗實力，打唔敗初心，打唔敗經典。我經常同身邊嘅朋友講，做人一定要睇透世間嘅虛假同真實。社會就好似一個縮小版嘅娛樂圈，到處都有圈子，到處都有潛規則，到處都有利益搏殺，到處都有隨波逐流嘅人。好多時候你做人太正直、太認真，反而會被身邊嘅人孤立、排擠地抹黑。世故識共贏、隨波逐流嘅人，一時風光無限。但各位一定要記住一條永遠生效嘅真理：一時嘅風光靠人情，一世嘅立足靠本身，一時嘅名利靠手段，一世嘅流傳靠格局。周星馳讀半生苦咗半生，背住負面評價，看似輸咗俾資本規則，實質贏盡人心，贏盡影史。而呢張腐朽嘅港圈利益網，隨住時代發展，大眾審美提高，資本泡沫破滅，亦都慢慢崩解，逐步消亡。聯合抹黑暗中偷票房嘅嗰班人，早就被時代淘汰，被大眾睇穿。唯獨默默堅持認真做事，留低良心作品嘅周星馳，永遠被大眾銘記，被時代尊崇。今日我徹底揭開呢個埋藏幾十年嘅娛樂圈真相，就係想話俾各位朋友知。世間所有嘅排擠地，所有嘅抹黑，所有嘅打壓，唔係你嘅錯，只不過係你太優秀，太唔願意同流合污。做人唔需要過度妥協，唔需要刻意討好，唔需要迎合圈子，只需要守住本心，守住原則，守住初心，終使半生孤獨，一時受屈，終會贏得人心，贏得時間去證明。周星馳從來冇得罪過任何人。佢唯一嘅過錯就係喺一個個都算盡人情世故嘅黑暗利益圈子入面，始終堅持做一個乾淨、純粹、一心一意做事、真心實意做人嘅普通人。呢份世人皆同我獨清，世人皆醉我獨醒嘅執着，係佢半生孤獨嘅根源，亦都係佢一生最大嘅光輝。仲被資本圍剿，被圈子孤立，被同行抹黑，依然初心不改，善良不變，熱情不減。用一生熱愛奉獻電影，用一生作品療癒世人，呢種人先係真正嘅人間高人，真正嘅贏家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番說話講得有道理，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正義必勝。亦都請你將呢條視頻分享俾身邊嗰啲認真做事卻曾經被排擠嘅人，話俾佢哋知，佢哋唔孤單。我係岑師說生肖，我哋下次再見。